我来念歌咯。昔时贤文花女谆谆，故事拄啊讲到廖添丁红龟来到德山地。这个土地过去上侪人讲的话，你要会记得偌济。车行到伊就阿妹伊就丢，哎哟崩空啦！礼拜日文昌你来去搞啊过年啊？哪有？好牛逼，好牛逼，做不来去。麻婆汤啊，米糕、凉面、臭豆腐、大肠面线、八宝酥、心汤、鸡肉饭、萝卜饭、面。泡一杯咖啡，兄一锅茶，医疗也来坐。讲戏出烧交陪，甲历史约会，找找故乡的爸母话。暖暖站门客，咱的故事探万地。文化部影视以及流行音乐产业局补助，查门客电台制作，公司主持。饭面烧鸡肚看连汤，牛肉面、肉粽、肉丸，真好食。客家讲吼，伊即篇咧写的，其实就是甲咱即个平埔族吼，即台南即西拉也有关系。啊，这其实单位嘛是咧写伊的祖先吼，因老母迄边的吼，就是因对即个家里啦啊客家遮吼，安怎捡着一项宝啊，到尾安怎好野起来。这篇是咧讲元气不灭的世间情，会使用两句话来代表，讲一条裤带唱天机，两个少年传典型。讲咱人若做人一件好事啊，较赢拜一世人的佛。伫台南县善乡的盐分地带，甲嘉义乡小隔壁有一个小所在，叫做客家。以前这也是一个富裕的乡庄，但现在若是去到遐斟酌看，嘛要看会到一寡向时好野人的物件。有一时，客家会使讲是姓黄的乡里，凡是看会到、踏会到的，拢是因的土地。人讲用行的，按透早到透暗，都行袂出姓黄的田园。即马伫遐也有真侪姓黄的家户，大部分是客家公的后代。关系即个客家公，有一寡奇巧的传说，老大人迄辈也有人讲会出来，较少年的就无人知影啦。总是公路边迄间黄氏宗亲祠大厝内面，也有文件的记录，应该是相当可靠才对。这个客家讲吼，是长篇小说内面《乡土宝记》这个内面的一节啦，吼，伊算作是这个《乡土宝记》内面的主角之一。啊，伊的来源是安那？伊的身世吼，爱讲倒转去吼，差不多18世纪初啦，吼，迄个时阵，吼，咱这个平地甲山地中间吼，定定这个山地人甲平地人有冲突，吼，啊，所以爱分界。啊，迄个界的所在，拢有设兵仔咧顾，叫做隘口，吼。啊，真侪即个平埔族的人吼，因为土地互人抢了，无依无我，走去咧做爱丁就对了，做兵就对了，吼。啊，即个爱丁吼，定定互汉人欺负啦，吼。啊，即个故事的起头就是安尼开始的，吼。啊，即个阿武因的祖吼，就是即个爱丁之一。就是一带来即个隘口，
因为有一摆出代志，遐爱丁吼杀死即个爱长，即个主管，就爱逃命，大家爱逃命，因为拢爱牵连着嘛吼，逃命吼，即个八个家族一部分走按东边走，走转来嘉南平地，转来因西亚拉的即个原乡就对，几户人按东边走，走入去内山去，这就是乡事补给的分做两步咧讲的就对了吼。即个阿武的祖先走来嘉南平地了后，拄好伫即个古早迄个小人社迄个所在，客家啦迄搭所在，伫遐徛起，伊前后做生意，落尾趁大钱，客甘蔗、客糖，趁大钱，即个故事就安尼演落来就对了，黄家的即个历史就变做财事补给的真重要的一部分，安尼。这是阿武的身世啦。迄个金扁贼，互人斩头的时，才21岁。照讲在世无亲无情，单身一个。头斩了，衙门的工仔甲伊拖出去无人所到的野地，凊彩涂骹挖一空，一堆土坎坎的准时，无干柴也无菜牌啊。但一个金扁贼虽然做人真凶。抢钱抢人，也捌杀人，总是到尾来有一点后悔归身的心意。迄顾家看伊孤单一个，无人提米来巴结，无油水的好处，拢无要插伊。加减也甲肉体，有时骂歹喙，有时拍皮肉，夭寿也不管伊。迄内面单单有一个少年新来，叫做阿吴。毋捌衙门的风俗规矩，无计较伊，会甲伊同情，摕水互伊啉，嘛炊米互伊食。讲也是真不幸，这个真扁贼要互人斩头的情节，雄雄巴肚起大疼。迄个贼犯爱甲真厉害呢。迄是歹事做济。天咧甲执法，免插伊啦。记在伊爱，无人要插伊。敢若即个阿吴不忍心来看伊，偷偷摕药互伊吞。这治巴肚疼真有效，你紧吞。我等得来遮加了3个月啊，袂输地角咧，受尽虐待。敢若你一个掠我做人款待。他明仔载我就要去啊！上无，你也互我知影你的名。我名做庆吴，人叫我阿吴。我身躯顶空空无半项，真有即条裤带也已经对我半世人啊！请你摕去，算是我答谢你。裤带透起来，就摕互伊。阿吴看伊生意，歹势提时。好啦，这条裤带我着收起来。裤带摕来下带家己的裤头，拄好绑2链。过转一中昼，阿吴过来看迄贼，人得要压出去。迄贼回头过来细声甲阿吴讲：剩的看会到，摸会到的，拢你的。阿吴看单地一箍人。剩的看会到、摸会到的，都是一身躯的破衫破裤，心内爱笑阁同情伊，甘是要去以前行了破胆，讲心虚的话，细声甲劝讲：无要紧啊，你当安心去，到遐甲新民找毋是。迄贼无阁应，就压出去斩头。迄个金扁贼啊，其实伫迄个出事线内底，地溪畔的出事线内底，嘛有讲到迄个金扁贼就是伊是1920年的8月2小说地溪畔无书写的出事线因为伊咧写伊的老母进前迄代的故事迄代故事还阁是清朝的时阵，所以就有金扁贼迄个金扁贼伊就是拢会去共抢嘛。清国时代的时阵，会去共抢单位即个客家讲内底共款，伊嘛有金扁贼
迄个情变擦哦，真水。即个情变擦，阮囡仔时候咧讲，伫文献拢有看到，歌册嘛有看到吼。情变，争应该毋是争取的争，就是共争的争。变就是捌听过外变无？系啊，外变，全腔就讲外变，所以即个变就是拼音的拼的正平，甲加走尾啊，这就是强盗啦，也是抢劫的人啦，硬度要甲伊抢去啊！清朝还是日治时代的强盗吼，因若要出门以前，拢会爱先祭拜，面甲画乌擦白，认袂出是啥人。你看到毋知啥人，抢了，等于到执法的所在，都有特定的仪式，才甲面洗互清气，恢复本来的面。迄阵才看会出来，到底欠对一个妖色也毋管伊，也毋管伊，伊嘛是轻声妖色哦。讲到妖色，较早的人真正，阮做囡仔时足妖色，甚至佫会讲妖色色，无啥通食，所以看到路边的芭乐嘛头挽吼，嘛摕来做点心啦吼。即个妖色其实就是讲腹肚足枵啦，迄妖色色，迄个色就是擬态词吼。其实另外一个意思，抑佫有贪食。即个囡仔真夭寿，见着物仔就杀。歌册嘛有即个词哦。做人就你上夭寿，身躯有钱食甲无，命都无通你的好，贵气哪后食袂落。所以这夭寿是真早有咧讲，找不是，捌听过无？找毋着，会失礼。这拢是找的意思，找即摆就是一般拢写坐啦，我找笑，这摊我找笑，就是找，互伊坐落，就是找。这个找不是，找毋着，找毋是，拢是共款这意思。这间厝地动一个煞找落，有转来厝。甲伊某款讲真变差的代志，靠大头起来互款看，一条长长，双头拍两个角。款讲：我来洗穿去。一条裤带摸来摸去，摸到一位定定高高，毋知啥物，用夹刀甲线剪开，内面装一块布料抽出来灯火骹看，古怪有一串乌目字：额头摸啊波。老情100步，人去心无去，向东大风度。毋知啥物意思？款问讲：这贼要去进前有甲你讲啥？哪有？伊讲剩的看会到、摸会到的，拢我的。伊看会到、摸会到的，要啥？太有，一身躯的破衫破裤尔。款听了古怪，甲阿吴讲：你去看，迄蒙阿波遐有啥物？阿吴心内想讲：敢是即个情饼贼在创伫我？迄蒙阿波就是人去了贵大的所在，哪有啥通好看？隔日，家己一个迷去墓地，就是较早人赶鹅仔的所在，所以叫做鹅头蒙阿波。正是中午一丛暗暗的大青，有牛车链遐粗，落落长的青手拖到涂骹。阿有徛伫青头，四颗链转甲看，懒懒散散的望，剩的就是草，目睭内佫较沾。远远对东一间细细的土地公司，东甲行，拄100步来到一个圆圆的墓居。长草暗暗，阁有一支牌，顶面简单5字：陈功德之墓。这个陈德明明死了，互人捉伫野地，哪会阁有一个墓伫遮？转去讲互款听，款问讲：
啊，迄蒙牌年月日写定是？就是无。我听讲，迄情变册欠算，平时歹事做伤济，毋知当时要互人掠去斩头，恐惊身世做伫遐地，无人收台，所以先问声明，拣一个所在。呾即马要拜托你甲伊安排。翁仔某两个想一暝，咱做人一件好事，较赢拜一世人的佛，着倾一寡钱，买一副宝棒，拜托衙门的工仔，偷偷去野地，甲单地的身尸甲断头捡转来，用牛车载转来学家。家己一个米去蒙地，米去蒙地，最听我毋是米去，我是米去蒙地。这个米我足古早，就是讲，伫遮会咱捡到真济，即摆失落的代志事，偷米偷叶，偷米偷看。迄米我是甲用做迄个倒边是看见的见，正边是笑眯眯的米。米咧看，简单讲白话就是米咧看。伊咧写即个庆义其实本地是小人写就是伫咱即马即个番仔寮北头洋一搭遮的人因即庆义的老爸啦、阿公迄阵。互派去即个差不多即马的大内遐顾迄个爱寮做爱用到尾佫搬转来，就是佫挖海即就是家里遮客家即搭遐所以遮咧写庆义甲因某即个人权伊这拢是西拉雅的拢是西拉雅的人其实伊即个客家讲即个底篇小说到尾就是佫变成做讲伊即个。长篇的小说即个乡事簿记的起头迄部分这大家若有兴趣，其实我是真鼓励大家去读即个乡事簿记啦读这来认捌咱台湾的历史咱的平埔的根源安尼着互咱台湾人的历史的眼界佫无共款去啊。客家讲即篇咧，就讲到即个情变册，伊互人斩头的时阵，敢若21岁。伊其实啥哪伊甲即个客家讲有关系咧，是因为伫迄个时阵台湾受到清国的统治，所以所有的即个政治拢是受到清国中国文化的统治，所以即种艺文的文化嘛是共款。即个情变册，伊姓陈伊互人即个。列入去坐监的时阵，就受到即个伫家门内底即种较无人道的对待，总是有一个较善良的人，叫做阿吴，也就是客家讲伊本人伊是一个少年的心内的较毋捌即个家门的风俗规矩的人，伊就真好心较好款待即个情变册摕水互伊啉，嘛摕物件互伊食，所以即个册就真感激伊伫伊要互人斩头进前，伊就互伊一个伊身躯顶的唯一的一个物件一条长长的拍干的即个裤带总是伊后来就互人斩头即个阿有转来厝的时阵呢，甲伊的某款偷开即个裤带，才发现内底有写字写即个额头蒙仔布，老穿100步，人去心无去，当大风度。尾因照即个字去揣，才看到原来情变册知影家己做歹代志久有可能有一天互人斩头，所以早就甲家己的梦先裁好迄个梦牌拢写好所以咧，即个阿吴甲款受到伊的裤带顶面写字，所以因就真好心去甲伊的身尸车转来即个所在，甲带好。等到迄时天暗，翁仔某两个人甲单得车来蒙仔埔，为大清东100步的所在，照伊的意思，迄蒙姑就来深深掘一坑，要来甲伊安台。掘到一人深的所在，雄雄锵一声，煞掘袂落去，毋信大力阁掘一个，又阁锵一声，
嘛是骨袂落去，伸手甲摸，煞摸到一枚石仔。袂活啊，规个拢是石啊！看下伫土坑顶用火烧，压落去看，侥幸哦，圆圆扁扁，一块一块。迄哪是石啊？也有捡一块来手里看，愈清气，白白细细，现现一块大龙银。啊鸟喂，这是？毋信，阁三一块来身躯路，嘛是白实实，又阁一块龙银。是龙银？龙银？两个甲看看卖，轻轻锵锵，钱咧唱歌。赶紧压落去双手挖，煞挖一个翁仔出来，骹桶遐大下，甜甜拢总是锵锵叫的龙银。嘿，嘿，嘿！出来甲翕，哪会摸会叮当？看啊看伊摸袂赢，伫土坑顶喊讲：“我来啊！”哎哟！做一个跳跳落来，绊倒倒伫土地，倒一个大力，骹床疼，伸手去摸，规把龙银。侥幸，迄骹床拄好倒伫迄翁龙银的顶面。有啊，这钱财对伫我骹床头。两人伫遐舞一步，一个翁仔才摸起来车顶。龙银会使讲是中国尾期讲的大洋，差不多4公分圆的，直径差4公分。古早龙银吼，伊无写偌济，但是市面上行情都讲伊有偌济钱安尼。所以一般的吼，买卖是无人摕出来买卖啦，存起来做财产。所以拢会用迄个翁仔底，底吼，去找一个所在，待着涂骹。普通拢待伫厝内底的涂骹，有的人是囥伫壁的，壁漏空，豆豆甲囥迄个龙银落，有就是古早的，迄个做古早钱啊，捡者起来就怎啊一半下啊，拢变做讲放互迄个查某囝的迄个传家宝安尼啦。普通迄种的吼，拢是若有的人嫁查囝的时吼，因两个互伊讲做纪念安尼，也是咱兜传的吼，你都无哪得财产，我就两啊银吼，两下互你安尼，变做迄款土地公钱啊。伊意思就是有福气才得得到啊。单得其实是一个精变产嘛，伊个人抢啊吼。当然，我的意思是讲，迄就是一个土匪的时代。嘿，客家讲你要看即卖的客家，请赢的客家，其实因阵都是土匪的时代。去人抢钱啊，遐抢的钱，当然伊内底嘛有讲着啊，土匪伊惊讲伊一工死去，无人收尸，所以伊先甲迄个金银财宝囥伫伊的梦内底。我感觉迄嘛是一个，咱即卖完全无法度想到的迄种，你会当讲是。聊斋这种的感觉吼，嘛种魔幻写实的哦，因就摕到遐个钱，看要创啥安尼嘛吼，所以我感觉咱若去了解，因为咱是照单位诶客家讲去看到，因阵原来有精变产，吼遐个钱安怎，像我头拄仔讲诶，咱的祖先无遐尼讲菜，吼咱嘛有一定人是有温暖的性格，温暖的性格无遐尼小贪但是总是好运吼，会当有一寡加善。安尼迄个面向而且咱若有趣味，会当阁去看像出西线，还是讲其他的长篇小说的时阵，咱阁去较了解迄个chiến國時代的人到底是生做安怎，因過是啥物生活，因的性格是安怎咱甲迄个無講菜的記憶，甲咱迄個嚴嘅性格，攏總甲伊扣倒來。我想咱的認同，迄個所謂的平埔族甲漢族結合的迄個認同，就是講伊毋是完全的漢族，迄個結合的認同，我想豆豆叫出來，正做單位先生要講的講，就是講因為豆豆脫變，豆豆改換，迄個性格豆豆改換，正做咱今仔台灣人的面貌。即個代志，咱重新去思考的時陣，我想客家講佇即個內底有佔一個足大的位置甲意義佇內底。好咧，甲蛋碟放落土坑台，交土砍一個蒙菇，蒙牌徛好，創創周至，已經天要拍鋪光。好來等啊！好啊！好啊！趕緊牛車駛轉來，
一个翁仔摸入来厝内面，青公摸了老手，煞车一倒。迄两人哩哩啦啦，叮叮咚咚，车到一涂骹，一甲看不走啊，又金又银又珠又玉，两个人四蕊目睭，玲玲瑯瑯，酷酷冷，太好看。规涂骹毋是黄的，倒是白的；毋是圆的，倒是扁的。款啊，这敢拢是真的？款啊，捡一骹金款来挂，粘一块玉心仔来摸，搁撒一罐珍珠破莲，放伫喙角，夹袂落。真的真的。金牛甲骹手掣，欢喜笑一个腰线闪出来。有啊，我没时做梦，见若带玉，人就醒。即摆叫出来啊，人妖伫遮，米妖伫遮，这毋是真的，又是啥？款啊，啊若毋是伫做梦，我太目睭晃晃，头壳重重，骹手浮浮，哪像无失也会飞的。这时外面过啼，才知影天咧光。啊，打要安怎？因某捧一捧龙吟，大喙笑腮腮。要安怎？打这个米，我来食好穿好，欢喜佚佗。毋过，这个米毋是咱的呢。毋是咱的，啥人的？你袂记哩？迄贼要去进前有甲你讲，剩的、看会到的、摸会到的，拢你的。打这物件，现看会到，摸也会到，毋是你的，也是啥人的？阿有摇头，这米毋是咱的，嘛毋是单得的。明明待伫伊的梦内面，安怎毋是伊的？这拢是做贼抢来的，毋是伊的，嘛毋是咱的啦。看啊，看遐个金，遐个银，遐个玉，遐个珠，雾雾煞煞，听有搁听无。甲要安怎？阿有伸手去翁仔内捏三块龙银出来，大三轮入互金，放伫手里。这三块龙银毋知啥人的，先借来用。赶紧面床刷一边，涂骹乌一空，甲翁仔呆大现。故事内底即个陈德，虽然罪恶真重，咱看伊在死为家己先做一个梦，徛梦牌，甲遐个不义之财拢总带伫遐，想要委托一个好人，甲这个物件交还互即个社会。其实伊有咧忏悔，伊嘛是想要留落来清白的命。这比起国家有职业的、有收入的，搁借尸借短，甲这个犯人的家属来揢油贪财，或者是虐待亲像陈德即款孤单一个无家属即种无通好揢油的即种做法。对人性甲道德实践的角度来看呢，这个国家敢毋是比陈德搁较恶质呢？过来，衙门的头路死掉，转来学家，将迄三块龙银卖掉做本钱，改做卖10回生意，愈做愈大，尾啊兼做糖的买卖，趁有钱，伫学家学袂少田，就是北门的好野人。算起来，大约是日本来进前晚清向时道光的时代。后来伊的后代尊伊做客家公，就是客家黄氏宗族的开山大祖公。因在掘这个梦的过程当中，就掘到足侪这个零银，应该就是清古时代的钱吼。财宝足侪钱，所以后来因翁仔某咧，当然这个过程当中，伊嘛有真欢喜，一方面佫真丢毒，因为这拢是精饼菜伊去偷客来的物件，所以后来因就将这个零银先借来用就对就先摕3块零银来做生意，后来总慢慢发达起来，嘛伫这个客家遮因就
袂少田，开始伫遐做生意。这个时阵是大约伫日本时代的时阵，所以后来伊的后代就尊称伊做客家公，嘛是客家遐姓黄的人的开山的祖公。作者陈雷对于这两个少年的名姓真用心设计。姓陈、姓黄，拢是台湾的大姓。陈、林、黄、张是台湾上普遍的前4名，会表示真普遍存在的人。但德、黄庆瑜、德甲庆拢是真正面的汉字啊。德是是非分明的德行，庆是善良、有才情本等的意思。咱台语讲真会、真敖、真强，客话嘛是安尼讲，安威安强，拢是只是强字啦迄就是善的意思。另外呢，黄庆瑜真站杂，伊虽然头路失调照用单德的三地良人，头路失调去做小生意。然后呢，自力更生好好创业，成就了帮门帮客家公这款真正面的典型，造福社会成做一个社会共同的启示甲教材，发挥了真好文学教化的功能，嘛会当算是替未赴通报答社会的单德呢来赎罪来立功。客家讲其实伊虽然是咧讲客家的一个故事，但是伊要甲咱讲一个咱袂记的故事。迄个袂记的迄个故事，迄个主角当然是迄个单德嘛要死进前，伊甲小说内底迄个主人公了你若看到你摕到迄种你的，因就挖出一寡物件嘛，就变做富户人，咱会知影讲迄个富户人，包括单德本身，佫包括伊即个意外之财，即个主角伊得到即个意外之财，其实都毋是足光彩的过去，毋是迄个台湾人足拍拼，有一个家业出来，那像拢毋是安尼，但是迄就是咱的祖先，咱的祖先有安尼的面貌。我感觉单位伊要去做一个白部族的历史，伊并无去外赞扬讲咱的白部族的人还是讲咱的英俊的祖先，因的性格就比外来的政权，还是讲比外来的迄个民族佫较好。伊其实有足无请样的物件，但是迄个无请样的物件，迄个客家讲其实原来有甲咱提醒一个代志，就是讲其实主角阿吴嘛吴伊转来的时阵，伊含因太太咧看遮的物件的时阵，其实因是有张图的，因毋是讲哇得到这足欢喜的当然伊了，当然就是运用遮的钱啦毋过因是有张图的，这毋是咱的钱咱要安怎小说伊无讲得到遮的钱一开始就消摊嘛无安尼了当然伊就是佫甲讲这迄个成就来用成就来用即个方式当然伊了后就做生意就赚大钱，迄嘛是伊的运命嘛就即个小小的故事甲客家变做一个真好的所在但是过去有互人袂记迄个好的印象，我想这有甲写出来。庆伊本地是伊死了要替伊要甲伊抬起来啦结局去煞所以挖着一个定的物件爱甲挖起来，就是迄红仔内底拢是金银财宝安尼。所以翁仔某欢喜一个即个庆伊是真正足老实足善良的人，伊感觉讲咱足善的，要用伊遮的钱来照官来用来做生意，所以咱甲摕三地良银就好剩的有哪佫甲坎咧抬起来安尼所以伊无讲遐尔贪心讲我挖着拢我的，伊感觉讲这是别人的钱，佫感觉讲这可能伊嘛是去抢别人的，这是不义之财咱无讲，咱若有欠用甲照用一寡安就好所以我们写着讲这台湾人足善良的一面，当然伊有伊的逻辑，伊的思考啦，伊感觉小照用一撮也是要会使安尼若规红规盘芳去，安尼都毋好伊就用一撮钱去做生意到尾就有趁着钱，土地就愈学愈多发展做一个大家族所以伊的子孙就尊称伊讲做客家公。庆瑜人真正办，伫家乐
伫上班，甲其他的国家的无共，伊用平常心、用人道来对待即个抢劫台人的即个犯人。陈德21岁的少年，无恶不作，但是看起来有忏悔向善的即个决志。人的身世呢，环境呢，真歹讲。有时呢，人生三不变啦，都袂过，就变歹去啊。话讲倒转来，人会变歹，嘛有可能会变好。若是有反省、有教化、有成长、有条件，就会当浪子回头。这才是家学的真正功能啦。我伫加拿大中间吼，有一个真好的朋友，20-30档的朋友，都是台湾人嘛吼。有一日伊向我讲，伊是番仔。我上尾伊咧滚笑，伊摕伊古早日本时代的户口填本互我看，真实咯。迄个户口填本内面吼，为因阿公的记录安尼写起吼，家族吼，分3种人。古早日本时代户口填本有一栏叫做族群啦，因共一家伙内面有3种族群，有色番就对啦，有肤色就是。荷兰人个色，即个中间呢，也有一个福，就是荷兰人，共一个家族所以我才知影讲，伊讲的实在有影，因为因老爸因啥拢是即个色叫做色番啦，就是北部人啦。我知影伊毋是咧滚笑，所以即个互我真大的打击。才开始讲，伊都明明台湾人呢，甲我相像嘛。我是啥？我是番，还是肤色，还是色肤？也是讲像中国人甲你讲的，你是汉人。为遐我才开始去斟酌这项代志。迄个结论就完全无讲出来。我的结论就是讲，咱台湾人的定义是看啥物人甲你定义的啦。日本人甲咱定做色啦、福啦啥货吼。中国人甲咱定做汉人，安尼，所以看啥物人甲你定义。你台湾人家己要定义安怎？迄另外一个问题。这是迄个起头就对啦，较复杂就是啦。暖暖十门溪，咱来故事串满地。咱的台语文学广播剧是根据陈雷先生的第一篇小说来编作。小说的原作读起来是甚物款的滋味呢？这部说落去，咱来邀请老台语随时的台语社陈雷台语文学读册会读册班来分享因读小说原作的感想。客家讲读了的感想，陈守基，这是一篇真心实的小说。黄氏祖先安怎来？陈雷先甲写甲亲像连续剧，无怪乎做小说，读起来袂打扫无味。作者借这篇小说，甲客家公列做一个心肝善良的古语人，甲伊描写甲遐尼熬，遐尼有爱心，互人读了会笑念迄个毋捌看过的大善人。就是地方上一个真远的祖先。若要讲要互咱食果子、拜树头会晓感恩，安尼描写效果应该袂歹。客家讲这篇小说较像传说故事。陈雷先写这个情变册，伫要死进前已经逐层安排好势，情节一款接一款，互人看甲真煞拍。这款安排甲描写的手路，是陈雷先思考甲真周至，嘛佫回应一般人的观念，善有善报，甲内心的愿望。换一个角度来看，即摆社会诈骗、欺压的代志，逐工拢咧发生。古早淳朴、忠厚、古意的品行，毋知安怎拢消失去啊！当然，若要恢复古早真厚的人情味，热心公益的情操，嘛是爱对家己做起，亲像信教的教导，
一般来讲，对别人会较热心，对公用事务较有热情。总这一句，大家若互相照顾，啥物困难拢会当做伙咧解决。嘛是安尼，所有族群才会当一代一代生传落来。大家看最近世界战争，有真侪国家帮赞乌克兰反抗罗西亚，就是为别人，嘛是为家己的真好示范啦。我永远的故乡。